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无限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同大家所讲嘅提出参考嘅呢，就是客家实验语文中国今认证补强试题教材第90，全部1Q6、1000题，课文142录音，同时那个补充题解，慢慢呢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来做个参考。大家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地方行业吧，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歌曲词等等文化嘅方面呢，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语言会注重一个声母、韵母、声调。文史方面呢，要注意到诗音、诗意、诗形以及一个外来语、外来用语，同时研发慢慢那个变个俗语等等多种的因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图、深度、正确度等嘅深度，并兼顾到故事、现彩以及外语、华语、英文等等用语嘅文化。再有法图研究学习客家语言嘅结构，同时要来注意一个注音，一个尤其是教书嘅先生小子大家吧，对老师用语音分明，能够脱了，所以要记得一个注音，能记得诗语嘅结构，安尼讲起来能好听，能唔会念牙带词。同时，本文今日同大家提供到嘅客家语有8大词类，同嘅使用嘅方面，才能这个亲像讲名词如人事、体物等等方面。但是第8个呢，就是感叹词、创伤词、连音词呢，也就是客家特殊嘅语音嘅用词。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加深来做一个了解。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对我嘅录音多听来做个参考。主解方面多看多利用，本文多看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流利，同时能够完成俺哋每个人嘅愿望，来承接客家优美传统嘅语言嘅音色。所以在此呢，也希望各位从乡亲有参加客语认证嘅考试，要注意到一个门槛就是讲符合最低嘅限制，喺才呢这个呢要注意哈。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听完我嘅录音以后来入来名章来做个参考。今日呢，一个大家都提到讲客家语言非常嘅重要尤其一个客委会教育部都会在什么希望大家来做一个语言方面嘅宣传，广告推行一个东西。所以语言嘅东西呢，可以讲已经当前有好多同学念到穷下嘅，现在未能讲是主卡以上面是一个语言一个客话，底下呢是河洛。再讲一个连音式伫这里，南部是讲天天呢，也就标准客家语文但是一下呢，天天呢，一个就比如讲西烟花同海陆话嘅严格穷下使用安尼一个情形呢，同个董事强也系相同。所以一个严格之下，造成了西安嘅连音无天以上所以因为用到一个内是天以上无嘅所以无天以上条，再用在世，但是在世嘅前面是不可讲，
形容词同动词。所以一个呢是语音，是头都所讲的汇率同实验强相差两相，混合使用就促成了一个客家嘅连音式模体以上。再讲到客家实验强嘅连音呢，上母自然研究到50多年嘅研究之中发现到讲啊，一个连音式嘅韵母只有 R、A、O 嘅。但是个声母呢，有一度嘅咯，就像啊来讲啊是呢，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加上单音，一个记嘅啲嘢是本大家嚟記得講啊，這個탕啊度、坤啊度、失啦度、牛啊度、國家度、很馬度，呢度呢就是講啊來講是呢，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嘅音。A 呢有為了也咩呢嘅音 ，O 有窩羅有摩諾個嘅音，所以客家連音體上一共有 A 音嘅，A 音嘅是實體字，實體詞，嘛個呢實體詞呢，所以研究看嘅嘅國語講啊是呢望文生義哈，望文生義，義工堂嘅呢隨之一堂上音，啷啲意思哦，哈。對，尤其個連音是教育部從學會會啊個體上個 A 音，哦，就冇用語音。同時四方面呢，也用單腳嘅，也講擺腳嘅，也個就大陸嘅簡體字啊，嚇，兒童文也只有用 A 音，啊 A，所以一個聽起來呢，一個唔會佢有傳統性。所以一級為三個嘅 R 同 O 啊嘅正詞正什麼詞，冇利用連音，全部都用另一個音，也冇用語音。語音就是頭先所講嘅聲母加上韻母加上上條。一級文字方面呢，也冇符合呢個那個文法。頭先講啊是呢，在字頭前一定是名詞冇到動詞。嘛，嗰個動詞呢，就係講咪咪嘅、溜溜嘅、講講嘅，呢度呢全部係都係動詞，一個詞語等等嘅用法。安尼之下呢，嚴重影響客家語同歌聲嘅優美嘅音色，尤其客家特色嘅素材，就是講啊，山歌。包括是老山歌、山歌子、平板手條，一個一聽都有用連音，冇連音唱起來就冇辦法。所以其他嘅族群，我哋唱客家山歌是千難萬難嘅事情咯，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多參考嘅資料來做嘅共同來研究，共同來推廣客家語傳統優美嘅客家話。再講咯，根本呢個標題圖則話，一個用一個係中嘅一個加工技法嚇，係做一個簡單嘅打油詩啊，一個微唱下種出一個加工技法，語樣也吉祥也無假嚇。一個客家話嘅加工技法，同國語冇相同。國語是講機關話，河洛話呢就講咯加幾啊會，英文咯cosmopolitan一個意思就講啊，各族群嘅文化語言有所不同安尼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一個語言文化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客家嘅頭項所結嘅幾種嘅大廈呢嘅土地都係有，也可以講得講啊，一個作嘅生活講嘅語言，嘅頭南冇嘅嘅情況也各有特殊喎，所以今日啊提供一個歌嘅本大家嚟做個欣賞。多通過來練習客家語言啊！就像文殊元首字是一個陽文言，所以從
茶山青花、顺青花，也这个非常的好读。李金树先生呢是南部本地是平湖人，所以作为歌词方面，一个油桐花也可以讲非常有内容，同时也好听。再看到野草花，这个陈志明先生所创的美浓人所以以上本土的歌曲的创意非常的标准，咬字用语非常的分明，歌词内容也很充分，所以在歌的制度里还要注意到曲、乐器、词、演奏非常的精彩所以客家四音语音嘅制度里头头所讲的阿有瓦拉亚玛那雅加八个音，一个哦呢有波罗有摩那个波个音，A 音呢古数是用一变成那个 V 的 E 咪的 G B， 在闽南讲出来，竹基门也都讲竹基门，有位呢也都讲有位呐，nun呢当也都讲nun呢当一个就是讲一个南部西安。可分别是闽南腔，包括是长治、竹田、林老、闽南内埔的一个另外还有高速腔，就是高速长度性比较同一个还有一个台湾腔也有所不同，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多多研究一个私音一个。客家话语四海太平洋各有不同的所在多多互相的交流，能有办法讲客家出境的团结，能有办法语言那还有同做事情也是挺合作以上讲的孙一芬也给本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将大家来看本文就是客家四音语文中国级认证补强试题教材第90。全部一前提课文以4音语，一个6音对照6音，同时补充来做解题，本大家来做个参考，那个了解好，看题个填板硬化以后类似于年能合适，也可以出讲乜嘅喏，一個客家嘅。廚房這裡有39個上次有報告過39個名字，也個就提個柳，但是蒸餾也這個單用的時間，而不然就是填板，在這個整個就變成六個唔係煮煮是加一個那個。做为滚冇相同，蒸呢用水来蒸嘅所以在地图里有讲到煮同暖是冇相同煮是一滚，暖呢就是只有手就可以饭菜这个被暖一下菜的暖一下，就是讲加热加少，但是这个洗身的水用暖下来，冇讲煮下来都唔係講自己的睇第二，食物料理是時間最短嘅係乜嘅料理，一個係個燒火絲片，一個炒呢熱火一個燜是最久嘅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了解一點第三，現在講美濃中學叫做美濃中學客語是美濃中學，過去名詞是用美濃彌漫的彌，所以一個地方語言，真正溫暖，特別嘅用語是用溫慢兩個都錯。一個用古語，一個用現代語所以頭先講這個研究語文要注意到古語嘅頭先所講嘅話同現代嘅話要來注意一下。其實一百客家語嘅也就是一個用
A 嘅鹽也 A， 也嘅第三啊，也嘅第數講第三，一百嘅葉子嘅材質啊，也就叫做白，一白啊，唔係一 A 哦，啊，各位同學，也要用連音，然後彈安啊，哈，一 A 啊，唔好講一 A， 一白頭前有一有 P 讀音，做到後邊變成 B 讀音，安嘅這個就講落錯。個馬馬虎就是落錯，潦草啊，都落錯。第五，風前是岳母，係 AN， A 也是 N 也是安嘅那個乜個往嘅時間呢，也嘅時間要用材質啊，要用外頭啊，這種第一個就呢啊，呢啊。一個按算嘅按呢，我做這個單詞是都 no and 呢啊呢，所以第一講啊，一個語音在當做聲母嘅時間，前一就是當有母尾音嘅時間，拿來當一個連音式嘅聲母啊，要用那個音一點得啊。係符合於文法，英文嘅文法也係安尼啊，嚇！所以講我頭先講啊，讀到 an and on 嘅時間，一個材質啊，一定要轉變成那個音啊 ，M 呢就變成某個音，一個 ng 呢變成五個音，轉變為五個音啊，就硬我哦，安尼。好，第六，讀音客家語音嘅有母尾音是 M 嘅時間，頭先所講啊，轉音連音嘅時間呢，一個要用某個音，就像一個暗咩，哦暗咩，哦一個樂字啊，暗冇 M 暗咩啊，個麥當勞嘅頭前做 M。係不有頭前的頭十四個有母是 M 嘅就啊，行嚟到一個語音嚟當聲母嘅時間呢，就係某個音啊 MON 係麥當勞嘅 M 個音 M 拿嚟當聲母嘅時間，我要變成某個音，在後邊嘅時間變成唔係音。所以一點呢，希望各位同學有所了解啊！好，第七，客家語嘅感嘆詞，就係講啊，口語加上係，一客國語是講係和愛係啊！但是客家話是指做有數邊嘅係啊！但是加強語氣嘅時候就講係啊！高音哦，按一般。講話嘅時候係啊嚇，慢音嘅時間呢，加強語氣，變成了高音到中音，通常是就是中音到大音嘅提示上。第八，打一拳頭，踢一腳掌，連腳趾腳，腳到四粒石頭，一個都打團兩嘅本體嘅團啊，要打一個拳頭，踢一腳掌。連腳趾腳，腳到四粒石頭，一個團量啊，也就是行為的為是啦啊，也唔係劇，也唔係是一個亂書啊，一個大家注意到，一個做兩個本人團，幾神奇哈。第九，小玩意兒，關於講小玩意兒，係指乜嘅呢？一個就偏聲音嚟嘅，啊偏聲音嚟嘅，小頑童係冇，啊一個第三玩具，也偏聲音嘅小玩意兒，是這個偏聲音嚟嘅，啊偏聲音嚟嘅。第十，呼吸，客家話用嚟講咯，一個呼吸就講個頭氣嚇，頭一隻字呢？看地方啊，看上下文啊，一個寫單詞是本人做嘅解釋冇啦，嘅唔別意思啊，長頭哦，
头一个头水嘅头有冇相同啊？头包嘅头啊，也强则是冇强劲安尼哈。第11，最短时间嘅流血嘅素材是乜嘅呢？是传染性嘅血，最短嘅时间是乜嘅呢？了嘅就一隻古嘢冇高壓嘅啊，按有高壓嘅呢，就講啊，血，所以血，所以好多話講啊，休困同客家話嘅血冇相同哦，一個休困就休息一下，體力方面呢就講啊休困啊，但是南部西安嘅呢，亦同河洛音有交叉到。南部嘅呢講啊，血含血，哦，所以高壓就係血，哦，南上鋪、大上鋪嚟呢，佢叫都個嚟雜，哦，雜人的雜，哦，要呼吸錯過咧，要叫強下嘅呢，就講血，所以嘅事實是尿啦，一個血啦、雜啦，一個血啦。也事實是個意思完全冇相同，但是一個客委會所用嘅，都採用乜嘅，他個啲咧，血呢尤其血啦，用血呢嚟血，係要用醋是溫土，血呢是一個白土，反而一個關鍵嘅反而，客家話用嘅呢，就講啊點多嘅意思，反而我願意。對一些也是反而反方向安尼個意思啦，哈，所以點多個意思，而且呢，而且佢同時有安尼個意思，而且啊有答有係安尼啊，所以反而點多體個意思。第13，本門呢調度委用嘅咯，係旁嘅寫法呢，一般一個。大部分都用膀胱嘅膀啊，按要揭塞石頭做一個齒蓋，揭石那個揭啊，也都要揭啊。按囊呢，囊就是講啊，像種腳囊都嘅囊安尼嚇，啊葫蘆嘅兩個囊安尼，所以膀揭囊三則是意思唔相同啊。第14，南部人講啊。會家客家語使用乜嘅呢？來歸，一個來轉，哦，一個冇相同。來歸就是講啊，就像但係喺度高雄，來歸去美濃，或者講住堂嘅地方講來歸，按來轉咯，哦對美濃轉來高雄，哦，也有住堂嘅地方。來到一個基血嘅素材啊，一個就講來轉啊，來去咧就沒有方向，咁冇相同嚇。第15，做米廠南部用乜嘅呢？北部是用講抗煙黴，北部是講抗煙黴，南部是講病煙黴。病煙黴，一點呢？南部是講病煙黴，一個題目要注意看清楚喎。是講做米廠南部為冇乜嘅，個冇哦，冇用抗煙黴安尼嚇，一個要冇用病煙黴，一個南部是用病煙黴，北部是用抗煙黴安尼。啊，那個第16，好無？攤後嘅時間用第23，好無？第43嘅時間呢？好無？哦，好無？一個好無，意思各不相同啊！嚇，一個連音是啊 A O 嘅三個音母，一個 A 同 O 啊，一個用口，一個語音 T 到3嚟。解釋一個意思，體系上大部分都係相反嘅意思啊。趁詞嘅時間重新講，讀到錄音紙入場時啊，會加上一個 A 同 O， 能可以幫上哦。咁麼一個連音師
嘅入上司啊，我谈钱冇办法哦。先讲啊，作业强，这个开嘅音呢，会变成主业强啊，作嘅门变成主业门安尼，所以一个O嘅音嘛，嘅衬词嘅时间，啊同 O 是衬词，一个是连音式嘅时间，从三讲非常会用到哦。第十篇，木买嘢哦，这个了呢，也就是用来通咯，伊诶嘢哦，天以上，这个了也就是呢，安个是木探子用一个句号、顿号嘅时间呢，变成来讲啊，第三场木买嘢啊，也顿号同句号后头些。cái了cái后边是顿号，句号嘅时间，佢一个要用天以上，第三场，安尼哈，啊叹号用天以上。18，第三呢，连音 A 音嘛，有一多特殊呢，我的，整个一个改成为改，前面是数词嘅时间用乜嘅呢？都用题嘅用一个两个一个。啊，一个两个一个，太下个啊，一个两个一个。而且个我得的是副词，副词前面是动词、形容词啊，我得的，所以唔好用单脚嘅，全部用嘅啊。有一种嘅文章都会搭配强安尼哈。俺能讲法也系相同，一句话伫倒里要有所变化，唔好讲啊，下都像用嘅句法，安尼唔好哈。感叹词，阿妹哎哟哦，感叹词是指好嘅方面，也係坏嘅方面咯，好坏都有。第三，哦，阿妹哎哟，用口嘅多咯，哦，一個坏嘅方面，阿妹哎哟，一個是講，有可能上下文嘅意思係一樣嘅，哈，一個阿妹哎是驚嘆號，變咗是驚嘆號嘅感嘆詞啊。第20，這個客語加做頭前嘅事咧，語所指同啱啊，有兩個冇相同。一個客語是接順接嘅，那個反對嘅意思。現在講啊，你一特別了喎，每個人要出30、100人，冇做2000人，啊，亦都唔相起嘅時候講啊，加硬唔去，加硬唔去。安過咧，大海有個人和人為好，哦，也加同安嘅兩隻詞，安是先就講啊，你特別了好嘛，是咩樣呢？哦，唔是哦，個安一樣嘅報名啊，安一樣嘅名，一樣報名，順接的意思啊。21，唔能為好。唔能為好，句話有用乜個意思呢？唔能為好，就是嘅一個第三，不是那樣才會這樣好啊！唔能為好哦，一個語言呢個神奇哈，唔能為安呢，安呢就是這樣的意思，唔能為好，唔能為才，不然會這樣子啊。能為安那個意思啊，這個安住嘅一個翻譯，22一個用為一個 V 嘅音，O 嘅時間啊，後邊一個 R 音啦，我用 V 嘅音，所以個安住嘅話，安住嘅話係一個是用。一個天語了也就是安住為話，安住為話，就係一個詞呢，一個為而用了也就是安住為話，天語3，一個咖啡客家語是講乜嘅呢？是講咖啡，唔係講咖啡，有好多音嘅咖啡，咖啡
咖啡讲咖啡客家话。第二是东西表啊在头南单个就按怎么个呢？动一个词呢，是要用一个波波模糊的模，但系用打开动公司的动啊，动起来，也都头南单个嘅。开呢是指用箭头嘅，第三嘅背就是笔呀，是背弄嘅。把呢，一个就是左右两边的箭头，莫做胸前把哦。所以讲一个动、开、闭、把，也是一个使用语莫相同哦。天生你家中从事性别歌书方面啊，个在世个有冇音是用乜嘅呢？用伊嘅音，亲像头头所讲啊，用伊嘅音，叫做 really immunity B 哈，一个音。闽南方面呢，就为了也闽南嘅音，一个声母完全都相同。只是有母不同啊，一个就是讲啊，从体系上，同样是体系上，一个就讲啊，在世啊，体系上啊，一个26、312，关于汉语是样讲咯，312唔系啊，312啊，12啊，一个。数目字应该算法，从302、302啊，400就能800，也就能改回记所讲啊，888个杂压呗，嘅全部都算字啊，一个出过而嘅同好路向前，而出冇办法讲888杂压呗啊，888只鸭子啊。这个讲客家话，要个快讲啊。27封版呢，都是个佐料，按怎么个呢？一个呢，一个设施，这个陷害嘅陷啊，一个含义哈。一个封版呢，都是个东西佐料，就按照唔系拌肉，也唔系拌皮，拌皮是萝卜嘅啊。通常是用糯米做嘅哈。好，第28烟灰客家话用来讲咯，烟灰就讲啊，烟灰就讲啊，颜色，那个烟蒂呢，烟屁股啊，就讲啊，颜色的啊，一个国语是烟屁股啊。第30个。头痛、胃不痛也相碰，头哪痛、东西冇痛，一个客家语所讲嘅咯，压，磕头嘅磕，压，磕到嘅磕咯，就头哪冇痛，东西嚟痛就磕到，一个头哪痛，一个塞头样嘅去压塞頭哪痛，半塞頭磕到，就頭哪冇痛。塞头痛摸到呢，一个就顺便嘅意思啊，顺便一个东西摸到一个行一个摸到，一个痛一个冇痛摸到一个经济学喺度里有个摩擦系数一个这个重要。第31讲嘅数量单位係按到乜嘅咯？後也是初以上都可以，也是兩個都可以。有人講一後唔同，一初獎一後獎，也都有人講。按獎也就是地動解一點嘅呢，也就是從上變成裝身詞用嘅等安尼話等安尼。好，32係後面嘅意思，是指某啲方面嘅特殊嘅語言。所以研究
客家拍拍语文要注意到地方的语言啊，地方的语言，地方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一个语音同语言有所不同安尼哈。头头所讲啊，嘛是闽南语，闽南也是闽南语啊。个tomato 啊，闽南所讲啊，橄榄麦安尼哈，特殊嘅蔬菜。3有所向外都均匀嘅动作。嘅迄字嘛嘅喏，一个说做683哦，一6839甲哦，一个9甲63一个桥不匀哦，桥不匀，一个快嘅拿来标一下，桥不匀，路一个由内向外，由内向外，也系由外向内，一个要注意啊哈。就能683一定由内向外啊，6一个9甲683咯，由内向外，由内向外是683，那个9甲啊，9甲63桥个被圆安尼。这什么是芋头？客家话是讲啊五味啊，就是古书人讲五味。啊，五味啊，一个河洛话那个哦好是河洛人唔晓得讲下，五河人唔晓讲啊，伊就讲哦好安尼哈，也唔系五版，所以364地里芋头哦，客家话就讲五味啊，古书人就讲五味，所以头头所讲啊，脚一被夹合。合也就是合作社嘅合啊，有四音哈，有合，有夾，有隔嘅隔啊，安尼哈。6就做為3，橋不圓，所以卷同圓意思有冇相同哦？各位同學大家注意到。第35坦克車，客家話就講乜嘅喏？鐵甲茶，又係棧茶啊。以上都係頭擺嘅時用鐵甲茶啊，也喺度講棧茶哦，以上3個都可以。所以在選擇題嘅中間，要注意到最後尾所講嘅話，頭前2個都錯嘅，一個意思就是假使講頭前2個都唔係錯誤嗰個，以上皆會。一個選擇題嘅中間要注意嚇。第36順口嘅口語嘅。客家話嘅數量嘅單位用嚟講啊，一口啊，講口嘅口啊，一粗口也係一擔口、一抬口咯，一個用一擔口嘅一擔口嘅，國語是用粗，客家話用一擔口嘅。順腹用乜嘅咯？一準順腹一準一個。這個準，也就是呢，就會講啊，遵守嘅準啊，哈，準數嘅準，一準。第37抽煙，客家話就講乜嘅咯？嘅北煙，冇就講啊北煙啊，以上就可以啊。北府講北煙，南府講北煙，安尼哈。38一個幫鞋帶嘅客家話用嚟攞講，一個就講啊。結真係古代哦，結係古代，踏咗鞋帶嘅，皮帶呢，結字一個有字對嘅字啊，唔係數字片嘅，一個數字片，一個字號，一個做鞋帶嘅，用結皮帶嘅，結鞋帶嘅，係古代用結一個踏。十字鞋帶哦，讓個塔危險啊，一個結皮帶嘅，一個塔絲呢，希望各位同學一個牛絲片加上塔下來嘅塔嘅優勢品嘅哈。好，39莫名其妙客家話一個名是用嚟讀喏，嚟讀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安尼哈。一個唔講莫名其妙啊，一個T1
打滚客家话是讲乜嘅咯？是讲天嘅竞争，竞盘那个盘墙压下嘅盘那个翻竞争有冇相同一个就讲打滚。按古嘅另外有左右翻滚，就讲乜嘅咯？大反差呗，向头前嘅呢，中间斗，好，41，叮当人嘅叮呢，是一个电甲一边电嘅电加上出字旁叮当人就老年动主谓嘅意思是主谓嘅意思电视再讲一遍，要将电甲一边电加出字旁鬼拳嘅拳，一个电视嗰个电视竹头一样嘅咯，竹头字板头墙也系落去正做在做行嘅，一个大家注意，一个有嘅最单个嘅这个东梁，个梁呢，就那个有嘅中间嘅行嘅就是讲一个出嘅一个东梁行也有分别。第47，乞丐股，关于讲乞丐股，客家话是讲乜嘅咯？罗阿乾，当然各地方嘅讲法有所不同一个乞丐股是国语一个人有人讲，以下都台湾也有人讲乞丐股啦七条骨一个就罗阿乾就亲像那个头摆西上会苏打一样按脚浪度呢，脚浪度是小腿后背嘅东西，腳浪度一个再讲到嘢後背所提出嘅一浪，一個一浪，按一個壓一個用名詞用壓一揭一個冇相同按到則是要注意下。44，棉被客家話所講乜嘅咯？棉被就皮骨唔係皮蛋皮蛋是包皮骨嘅45，那係做唔得來形容嘅咯細味就講冷濕做，冷濕就是講撇嘅地方，那係做唔得啦，就來去冷濕做冷濕是這個別個地方換個地方第46，我在上市行路，上市就是免得，唔是個意思啦。上市我在上市行路上市就使这个使用的使这个就是讲客家方言嘅特殊嘅所在。46，我在上市行路，頭都所講嘅也上市就免得的意思。47，喂小孩吃飯，有乜嘅咯？用一個餵飯，也係吃飯，也係嚟飯一個嚟一個鄉親上課嘅時候講嚟飯同退飯有乜嘅差別咯？嚟飯就按入嚟是得啦。退飯呢是包而送出去啦一個退一個食飯呢，佛飯呢是講改革，食飯個冇抽樣囫圇吞就講佛一個方言嗰度用詞48，客家人食飯用本砂鍋舀到客家話要用對到，唔好講咬到叫嘅咬到一個攞出嚟壓到一個其實都冇用壓起嚟嘅，按砂鍋鐵數用對起嚟嘅49，一個米嘅就再講到頭都講本砂鍋對到用飲食講嘅乜嘅砂咯，飲食都係會乜嘅砂鍋咬到，因為所使用嘅土都血錢冇相同，所以砂鍋用對起嚟。第
但是剃头点伫这里，艺术堂度各种人来讲哦，一个红布头莫过3个，少量安尼哈。49，每个客家是个上门是最多喏，一个诶，上门是一个。岳母有单岳母，有双岳母，有3个叫做副岳母，有3个，最多有3个安尼哈。这个云言的言，北方言是云言，一个言，一个南方是言，北方是言 ，IEN， 一个是声母，南音、北音无相同的所在，各位乡亲，上次有讲过哈，希望大家来做个了解。以上讲的45分，这摆下来呢，客家联音。那个韵母 RL3音作为韵母的时间，客家特殊的语音母，一点大家来注意一下哈。客家语音嘅客家联音嘅文字嘅用法韵母音的时间啦，那个牙，伫这里有2只字同牙，一个牙，伊个同那个2个无相同的意思哦。这个有瓦拉耶玛那嘎巴，也是的也有，也有瓦拉耶玛那嘎巴个也，一个呢，一做的哈，一个挑书片做信仰的样嘅哈，一个就也2只字相同，有瓦拉耶玛那嘎巴，但是相同读牙，但是可以的是也是的也也个就前后相同的东西，一样的意思。意思的意前后不同，显出一个。一个就像一个苹果另外，伫这里有快嘅，一个也系呀嘅，也叫做也系呀嘅，一个就种意思的意，完全精彩哟。随意前后相同，随意一个就可以的意听意呢？韵母嘅个的嘅呢嘅的，也全部就为了也没那个为了。T 以上、T 上、T 上、T 4上7只字是字义嘅实体字，字形的实体字符合于文法一个诗呢，很多是完全是假借，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个用词所以一个每只诗模板呢有8特音的只有连音是有的，第3，O 音呢是用 O 个就是凹一个用做一个代表，就用8音。连音式的变化、文化规则一样的，向大家详细来看，一个对研究客家语音同使用客家语音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来研究读到我哋讲读一遍，读到O 的时间，后尾韵母到声母的时间用 V 个音，入声字用 T 个音一个用 L 个音，但是内部的方面用 D 个音，贴的拍的就是讲其他地方同好路相同，拍嘞巴拉一个上母是 IEA 的时间呢，一个上母用 E 个音，起的开的一个音 ，M 个音呢，这个就摸个音，变成声母的时候摸个音NG 的时间呢那个 on and on 一个音 ，on and on 的时间这个上母会变成个音一个音。第6 on and on 的时间呢，一个上母会变成那个音。这个第7入上是 K 会变成个音第8入上是 P 个音呢，变成上母的时间会变成8个音。但是读到字词诗的时间呢字用单音字用成 RAO 的音本音字词诗用元音 RAO 的单音，但是高数强冇
无单音，支持是个音嘛啊，伊变成支持是一个音呢，嘛迄个地方咧改成连音那个大悲咒，就喏哇贝喔、那呢喏、啊呢我等等，也全部都客家音啊，也就九音的变化，一个亲像大悲咒一样啊，几神奇哈，也拥有27音，请各位教学嘅先生呢，用一个来练客家声音嘅杀马讲话语音嘅转变安尼哈。大家呢用一个研究客家连音诗嘅文化啊，亦拥有上习下习，也有名字调不到底。再个下来同大家讲啊，一个客家风嘅个基种诶，啊基种诶，啊一死亡啊，客家的人呢，一个屏东县政府所做嘅呢，我看到有18意见哈，一个用出嘅是日本人，日本人，做客家商户又打啦，也讲嗰种实不相容嘅哈。一个地图里有讲，一个出嘅是日本人，出毛嘅啊，一个黄嘅是客家人，按大一粒球一样嘅呢，河洛人，哦，伊三面出去，所以嘅几种嘅无相同，一点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尼哈。唔好讲啊，做客家商户又打出嘅，就是日本人，啊，人嘅就河洛人，几种嘅黄嘅就系客家人，啊，所以客家话有句话讲啊，客家嘅俗语啊，四望毛嘅睇唔出，四望毛嘅睇唔出，是不可理喻的意思啊，睇唔出的意思安尼啦。这个呢，一个由昌朝黄先生所创嘅基种话。基种话啊，唔系直接攻击话各位同学啊，冇帮佢引导误会啊哈，一个专门讲基种嘅哦，一个歌嘅清河堂，一个昌朝黄先生，另外还有一个基种话嘅歌词朗读啊，我哋南普讲朗读，北普所讲查两件，譬如T上边朗读，一个T上朗读。一个就是讲啊，海陆音同西音音嘅差别在呢只个安啦。另外一个其他考试资料详细录底下呢，也非常感谢一个文化博士啊，能够上面调发出一个 YouTube 安尼哈，一个名字叫乜嘢是讲到一个T8的样哈，是T9嘅，所以伊会随时。加入下去哈，陆续加入。另外客家語文化呢，大家多多參考下嚟哈。一個連音詩，一個到底係樣嘅，請大家一個點一個名字，因為看哦，按個T 這個連音詩嘅 T1上到 T4上嘅用法吧，用五代拍詩嘅寫出來，是希望各位鄉親講嘅清楚白哈。做乜嘅？不使用副挂本吹这个本大家来提呢，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研究连音诗嘅越来越用法，从一个使用嘅原因，再讲到讲啊，一个老山歌山字平板手条啊，一天要用连音，因为啊同哦用二共弹嘅，所以。讲到嘢呢，一共有54分共5秒啊！最後祝福最後希望大家感謝你，也祝福一個考試那高分通過客家語文的高級認證考試。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